好了，以上前面有一些困过后啊，转到福起来了，人家节目嘅现场咯，今比系两百二，人嘅后续生产线吼，来小解本大家是两个热龟秀吼，热龟日，讲到两位哦，头先呢非常好，无来提倡乡亲朋友，即讲人家对今比讲到两个主题，起到有上我来我哋现场内边呢捐款哦，是的同人家同时间打电话到现场来咯，好，撒下来像头先都了之前哦，非常有提到嘅吼。这个人哋一个热龟老肉龟两种酥，伊迄两种酥啊，一种酥，有的人要吃到係一种，有的人讲係两种。迄两种酥，两种酥吼，就全部做迄重口味，重酥口味，嘿。遐重酥口味，佢有肉龟的话吼，一般当地人他要来讲。遐野东西啊，要卡出动道啊，规山的全部，规山的全部动道，做嘛走去，做嘛走去后厨卖，还是讲无空样吼，嘛空样啊，上下面空样啊，上来空样，上来差唔多，差唔多，种蔬佢有分多动道，有种牛种啦，有香种啦，一条叶莧其他条七家都无空样的，不过热龟老肉龟的差别就会差到用的地方。但是，肉龟哈，给它米头米丝哈，它比较杠一点点，刺激味比较多一点点。像肉龟一般，有注意都 cappuccino 上面，它会放一点点，对，那个放在上，用这个上当跟奶泡蛋糕的粉哈，其实用酥皮。酥皮用去粘粉，去把然后弄到变粉哈，跟很多那个是肉桂取用的酥皮，但是热龟的酥皮你没办法做到像万用的东西，因为热龟的酥皮哈，给它纤维组织跟它酥皮的结构完全不一样，然后热龟大部分就会用给压的，酥皮给它酥皮哈有一种。用法就会攞佢倒掉哈，悬挂在门后，跟门后变到门后以后，佢会自己产生负离子，跟负离子做的清新的空气啊，空气。讲不卡有种一条耶稣来讲，咩当好呢哈？做的不是。攞佢，先攞佢摘下來，摘下來，冇倒它以後，攞佢剪下來，攞佢倒掉上去。唔過嘅這種東西，我爸就吃唔好，然後東西剪它啦，唔攀的，係啊，有時候要冬眠要給它修整的時候哈，我們那個剪下來就是像我爸剪下來哈，其他都係含有其他的作用，佢要來困起來啦，就係都掉起來，係反正真實哈，不開空氣哈，會較好，會較好。真實咧吼，一做釋放出也較好嘅，也講對清新嘅空氣啦吼，可能無好嘅老機，講吸體氣。所以熱龜老肉龜吼，冇窮用，其他就會用途咪冇窮用，會完全冇。唔過有一種窮用啊，全部係重口嘅，重口嘅，係重口嘅，唔過上來當槍。但是佢本身種書佢做本幾下種啊，其他就種書其他就本上咧。乜個種，給它用法沒空用啊。錯。所以樟樹在很多地方都還蠻好用，像以前種故事還有佢講樟腦沙。腦沙。乜個做枝的，有乜個像你當到嘅用途啦。老人家講乜個你肚子痛啦，然後頭腦痛啦，乜個做嘅種腦油哈。全部拿來用。慢慢啊擦。做好咧。許多人家嘅壞事嘅哈出來，乜個。如果是說頭腦粉一樣啊，OK，就去屑什麼都可以。拿來用啊？我做老人家知道種樹係萬用嘅。真係當嗬，就像有頭版台灣來講啦，嗬，咪算係以講種農來講，咪係應講到出口來講，只係幾下做到一定好嘅嘛，就係日本做幾下。聽講種農嘅種農沙嗬，佢做得穩定嗰種渣炭底度嘅黃色炸藥底部嘅粉質，都可以較安定一點。所以嗰時即石炭嗬，大部分出口嘅嗬，全部都賣到歐洲。
压住加熬住一些东西赚了要更重。给下听讲烧去熬住，压下迄老熬住嘅也个因讲热龟酥来拿来台湾种吼，真是咧爱种起来吼，也咪爱杜错吧，因为上班哈爱起嘅蔬菜，种嘅蔬菜，迄讲都像头先讲嘅甜食吼，迄无按拄好，因讲嘅耐用，咩无按拄好嘅时间，就种唔起来，种唔起来，你可能咩唔知讲，年年都耐，要慢慢的吃草，还要吃蔬菜。运气，老天爷烧门口饭吃。不是说你说吃到这个呀，他说讲运气还好就错嘞。对，然后老人家大家都有爱护，所以才有这个机缘啦。来听书就错嘞吼，好讲到也就真正讲到一个种书的吼，种课的吼，也书的也故事，其实一度都讲唔少啦吼。而且因为就部分哦。可能乡亲朋友当上而啲啦，吼，人讲到比如讲一下係人哋桐花，吼，桐花都滿山滿園咯，就拍些些咧。唔過呢，人家嘅熱龜，佢喺呢時節，人哋想講做嘅嗰個散氣啦。人講散氣有到係寒天，有到係熱天，人哋種係樣熱龜，佢散氣喺呢時節。嘅散氣哈，其實以前剛才有講到阿波羅嘅故事咪哈，嘅阿波羅以前佢都慶後佢都河巴邊哈，嘅達芙妮邊都一條熱龜樹嘅時節哈，佢就講佢希望佢用他畢生的神力哈，讓他永葆年輕美麗，讓他長綠。長綠意思就係一年四季、一年秋天全部做得熟成，做得熟成，就佢一年四季佢永遠都不凋花了，然後不凋葉。比如佢有很多像有很多企業的標章，佢會用月桂對那種一隻碗的一隻形狀哈，佢用桂冠啊、月桂來當成一張講勝利啦，嘅一張講一個票頭代表嘅意思，對，當成他勝利的代表，係一個票頭就代表就錯嘅。所以我愛用嘅表示是講，它是一年四季都常青的。可是呢，這個有吃到哈，3月4月時間哈，較要包順。哦，3月的4月嘅較會包順，係。然後我較要結果，較要結籽。嘅差唔多都3月4月，其實啊之後老桐花咩差唔多，啊之後像苗栗哈，今後咩慶到最有生命力的一個月份哈，知道4年5年哈，各個地方都欣欣向榮，係啊。好，也最近更多也部分啊，真是咧吼，俺都知道個，也一路行來吼，像我種也個熱龜樹吼，也講頭先講到嘅也向歐洲向業來講吼，你一路按用硬種，吼，所以一種就按順，就一下就種得起來了沒？冇，張凱是哈，很多我有講選花，選花，因為也唔咩這個國家嘅東西，唔係採地嘅品種，唔係採地嘅品種。啊，來到嘅時間呢，其實佢咩第一年，像有啲人種木瓜啦，種乜嘅，或者哎呦，啲身體內種啊去吼，當好，樹上當，上都當結，當結當太雜啊樣。像啲木瓜，阿爸以前種嘅木瓜就按太雜，路皮咧咪種到日本路皮種到按太了。然後第一年、第3年就開始咧。第一年種當然好啊，佢種嘅啦，乜嘅其實唔係講入邊有好東西啊。但是2年，再過1個年，它這第2年、第3年以後，要到蟲嘅啦，要到有害的一些昆蟲啦，要到就抵講哦，那邊有好東西。叫做群來咧。啊，群咩空群來就愛食咧。土壤的菌也是一樣，它只要它東西好，它都會慢慢的生成。你第1年種一定好。像熱龜咩空用，第1年、第3年開始哈，會長介殼蟲啦，然後還有給它當到，因為氣候，它可能來嘅時間當中嘅時間當好，但有到假性的發芽、假性的開枝、假性的包芽哈，到第2年以後，整個枝條都會變得很弱。以前種差唔多4、5千條哈，差唔多我留好了存到1000條左右。4、5千條，這存到1000條邊的哦。比如說，因講也規則嘅，因講總體1年都也下規則嘅過程當中哦。其實因為環境嘛，吼也
真来做係歐洲嘅一個書嘛，然後到台灣來講，頭先講到馴化嘅一個歌茶，吼馴化嘅歌茶十分嘅重要，然後用係本地食音，吼，用係去種，一條其實愛學嘅，吼做經驗啦，吼，慢慢嘅愛去累積，吼，也就會講到。做乜嘅事情，雖然上班下，可以用順順的營造吼，即困難面哦，冇講你就唔掂嘅。跟大自然學習啊。係。你講到嘢其實super方面，咩要應用嘅問題，比如講嘢係一種新嘅食材，好，比如講熱龜鴨來講，你當到嘅朋友都想講，哦，一下，你台式嘅料理其實平時真是動手拿來做一個利用，好，有一種嘅食材嘅時間，嗱咩講怕講煮都唔好食。嗰時候呢，我都冇想去做嗬。像一個你熱龜來講啊，嗬，佢嘅料理，用到料理嘅時間，有乜嘅特別要注意嘅？其實客家人呢，客家菜哈，當到其實有時間，啊，做客家菜當好就會，有當到調油啦，還有當到會掉一些鮮甜的味道的時候，啊，之後熱龜它可以在客家菜。客家菜地度發皮嘅當紅像啊當到叔婆白梅啊，我講哎呀，要不當紅吃款呢？佢講我讓我吃，佢講唔記啊，我讓我吃，我西洋嘅東西佢也唔要做。啊，我標到奶，比如講，無控肉加標係兩皮嘅就好。你看佢米頭溫無控樣嘛，係啊，然後佢煮飯加哈。就不用一皮誒，按嘅煮飯咩做的不用一皮下，不用一皮下去，它跟米的味道跟月桂的味道結合哈，嘅飯呢香味，再加一絲絲的海鹽哈，嘅飯哈規則嘅感覺出來香味，也做冇強樣咧，甜味又有，香味又有，又有甜味又有香味哈，哎呀，下方面好看到嘅也係做係應該薄控用係冇。也係拿來做料理。不卡，自家做嘅豬腳。哇！自家做嘅豬腳。那豬腳呢？一般豬腳嘅，佢啊就要上爐哈，上爐嘅過程呢，就一般上爐嘅過程，佢啊就要加亞硝酸鈉。亞硝酸鈉哈，唔係講唔好，其實增加食材的顏色色澤。可是它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。佢假使留嘅養樂多吼，用下食嘅時間，養樂多底部嘅乳酸菌會留下嘅亞硝酸鈉鈉帶走，佢就變亞硝酸咧。錯。佢食落去會致癌。哦，無所謂你。所以講，佢就香那個有條偏東來哈，又有鹽蟲，又有養樂多哈。你這個農民力會不會我看不清楚，看不進來哈。看不進來，有些東西是不能相生相克。對，它是有它老人家講嘅話，一定要給它脫離。所以有幾多成塊經驗嘛，有啲會做調過程都下嚟啊。所以呢，豬腳呢，就係用熱龜哈加嗰邊嘅醋米酒來上爐，爐嘅過程呢，就冇加亞硝酸鈉咧。然後差唔多撈3日了以後，因為係用糟頭呀，係唔係用嗰種，係唔係用嗰種糟頭嘅法哈，因為糟頭加火哈較軟，嘅火頭較軟，唔係用嗰種亞斯爐嘅火頭哈，嘅火頭較硬，嘅軟火上去嘅哈，佢加皮哈，嘅膠質較要流到。加肉加皮嘅油啦，一條較要逼出來。注用嗰樣方法。唔過人都上爐嘅過程啊，我3日。那3日嘅意思就係3日時候變入米啦，然後米絲入落去。但是假使冇加亞硝酸鈉嘅話哈，會很怕會產生那個大腸桿菌啊，或者生菌數會提高。給時節的話，月桂、老草莓酒，然後一些高濃度的酒，還有月桂下去，這個就很棒。哇，好來一下好危險講到嘅也計講攞也計豬腳來講，真係嘅項目都動態嚟哦。所以還有呢條項目嚟應該下添，上個繼續來老大家來講到成都入邊來聊下。